随着现代人饮食习惯的改变，脂肪肝也是俗称的肝包油愈来愈普遍。加上这个名词听起来无像发炎等病症较严重，不过医生提醒背后可能的风险，拢甲代谢症候群密切相关。加上初期未有任何症头，所以一定要小心，避免长期走上肝癌这条路。脂肪肝它其实背后隐含的含义是你的身体快要有代谢症候群，甚至已经有代谢症候群，它只是在你肝脏的其中一个表现。那代谢症候群指的是你有高血压、高血糖、高血脂，以及腰围过粗，以及好的那个胆固醇太低，好所谓的3坏2坏这样子，一共有5种。那所以脂肪肝它脂肪沉积在肝脏之后，接着它就会造成慢性的发炎，慢性发炎会导致肝脏有纤维化，最终走向肝硬化、肝癌这条不归路。所以尽早发现，才能早期治疗。听讲消毒肝包油会当食巧克力加梦泥，不过医生强调，这拢无医学的证据。不过若讲食是有效，就是所有的地中海饮食，加糖、加油、加盐、加高纤维，加上减重、运动来配合。代谢症候群就是血糖、血脂、肥胖这些造成的，因此建议饮食采用3低1高，就是要高纤、低油、低糖、低盐这样子。那如果已经有被检验出高血脂、高血糖的问题的话，要尽早服药控制，定期的追踪超音波。就刚刚提到的饮食，像目前有标榜的所谓的地中海饮食方式，或者是在更严格一点的叫做绿色地中海饮食的方式，可以有效的改善脂肪肝的情况。一句肝若无好，人生就是乌白。虽然是广告词，不过政府嘛提醒民众，除了对改变生活习惯做起，嘛一定要定期健康检查，量早发现可能的威胁。今日新闻，阮自林盈光采访报道。另外也有一些像 A 型。